6月6日，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嘗試。此刻，上蒼是否可以將這一切缺陷一一徹底除去？是走者護戒協會第57頁。實行第6步的時候，我時常提醒自己，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靈性的成長與進步。這句話對我幫助極大。我明白有些性格缺陷或許會一生伴隨我，但絕大部分的軟弱與執着都能被淡化、被除去。第6步的核心就是願意坦誠自己的缺失，認清自己的不足，為了當下的生活，甘心捨棄一切可以放下的執念與壞習慣，進行4的康復模式以來，我的心性被慢慢修整，靈性有了超乎意料的成長，所以我願意不斷重溫，實行第6步，讓心境常保平靜，穩住每一天的清醒。